Hello，又係我傑佬啊！香港牛頭角有媽媽食過未？今次直擊深圳老街總店，同香港分店究竟差幾多呢？招牌木像超級精，營業到凌晨3點，名人合照場實力見證。民族風環境仲有 VIP 房，多人聚會超啱啊！菜單比香港更豐富，紅柳羊肉串孜然飄香，清蒸羊肉煲淡淡 juicy， 烤包子酥脆爆汁，羊肉火鍋酥味適中，白切羊肉口感似粉皮，成吉思汗羊架椒鹽惹味，每款都正到爆啊！解膩神器必試，特製嘅沙經汁酸酸甜甜，羊酸奶 creamy 又健康，羊腩煲全膠福鍋鮮滾熱辣，肉腸彈牙，韭菜花醬點青，真係食到停唔到口啊！重頭戲嚟啦，現烤羊排撒芝麻葱花，烤全羊剪菜儀式氣氛咁拉滿，現場即烤無預製菜，滾油淋面香氣泡棚，手撕烤羊超好玩，900零蚊就食到成隻，真係抵到爛啊！店外仲有外賣攤檔，仲可以同羊媽媽打卡，試過先知，總店質素同香港一樣咁正，味道更正宗，價錢仲咁平，中意食羊嘅朋友，深圳打卡絕對冇走寶啊！想睇今集咁精彩詳細嘅探店內容，記得擔定凳仔入嚟睇正片啦！睇完記得讚好同 follow 我 YouTube channel 喎。